你有冇試過前一晚瞓覺都好地地，第二朝一起身咧，成條頸喐都喐唔到，低頭又痛，轉頭又痛，甚至連個頭都扯住痛。嚴重嘅時候咧，就連着衫啦、刷牙、梳頭呢啲都做唔到，好辛苦。呢個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瞓捩頸。好多人以為咧，瞓捩頸只係枕頭嘅啱，瞓覺嘅姿勢錯咗。冇錯，如果你係偶然之間一次感冒咧，就可以講係姿勢或者枕頭嘅問題。但係如果你常常都出現咁個情況嘅時候咧，就要睇下，可能係有第二原因啦。而家好多人每日都係低頭睇手機，對住電腦啊，肩頸長期處於一個緊繃嘅狀態。中醫嘅角度嚟講，就係經絡唔通，肌肉一直繃緊，氣血咧運行係變差嘅。當你條頸長期處於一個繃緊、疲勞嘅狀態，只要一吹冷氣咧，受少少寒咧，或者瞓覺嘅時候歪歪，肌肉就會好容易即刻僵硬卡死。雖然係你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喐唔到，仲要好痛。但問題係好多人處理嘅方法咧都係錯嘅。有啲人會忍，覺得2-3日咧唔痛就好返，其實只係表面痛，入面肌肉咧係處於一個淤阻，筋膜繃緊，根本係未解決到問題。時間耐咗咧，你就會發現瞓捩頸次數越來越頻密，條頸成日硬崩崩，轉頭仲會咔咔聲，慢慢就由一個拗拔嘅問題咧，變成一個長期頸椎勞損，甚至變成一個慢性痛症。其實急性瞓捩頸咧，係用中醫方法去處理，係可以好快改善，而且好多時候咧，唔需要食藥嘅。如果你係屬於頸硬晒、卡住喐唔到，我會用推拿手法啊、理筋手法幫佢鬆開肩頸肌肉嘅筋膜。通常做完之後咧，活動度即刻會有改善。如果你係有刺痛、扯住痛，屬於係經絡阻塞，就會配合針灸幫你疏通經絡啊、行氣活血，止痛效果咧會更快。而有一大部分人咧，其實係處於受寒型，條頸咧長期凍冰冰，容易攰。呢啲係加埋拔罐同艾灸，幫佢驅寒分經，減少復發嘅機會。另外，我想補充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其實我唔主張大家經常去拍骨，即係所謂嘅正骨啊。因為大部分瞓捩頸同我哋嘅肩頸痛咧，問題未必係我哋嘅骨嘅問題，好多時係我哋嘅肌肉筋膜或者係筋腱嘅軟組織嘅長期繃緊同勞損有關。如果你只係不停去拍骨嘅話咧，表面上好似係鬆咗嘅、舒服咗，但實際上根本係冇解決到問題，而且經常拍骨有可能會令關節穩定性變差，甚至產生依賴性，變成成日要拍一拍先覺得鬆，亦都有機會更容易反覆瞓捩頸。咁嘅情況下，我哋要留意，其實應該以鬆解肌肉為主，先處理根本問題，而唔係只係靠拍骨。所以大家真係唔好睇輕瞓捩頸，佢其實係身體俾你一個信號，話俾你知你條頸已經頂唔順啦，開始超負荷。如果只係偶然一次及早處理，其實可以好快處理嘅。但如果一路拖一路忍，最後容易變成長期頸痛，日日都唔舒服。如果你都有呢個情況，成日一瞓醒就頸痛，擰頭又唔順，或者經常瞓捩頸，就唔好再死撐，及早處理，鬆開肌肉，疏通經絡，將問題係初期解決，先至可以避免變成難搞嘅頸椎問題。關注我，健康知多啲。